Hello，喵喵嘅團隊，我係 Marchie，一位住喺英國嘅香港組織心理學家。你哋拍咗700萬種生活喺我身邊，每日都上演緊香港人喺英國嘅第二種生活。我最想同喵喵拍嘅唔係一啲成功嘅故事，而係嗰啲經歷咗地域環境嘅轉變，點樣放低過去，重新定義生活嘅故事。喺呢邊，我認識咗有工程師轉咗去做麥當勞，亦都有補習社嘅老闆入咗去工廠裏邊工作。呢種身份轉變背後嗰種掙扎同埋成長，正正係最真實、最值得留低嘅故事。我亦都相信呢個係700萬種生活嘅延伸，能夠帶俾香港觀眾海外版嘅養分。我自己從事企業培訓、司儀、主持同埋心理學相關嘅工作有10多年。我最擅長嘅係講故事、問問題，好快能夠同人建立親和感，又令到受訪嘅對象能夠輕鬆講出心底話，觀眾聽起上嚟能夠入心，亦都有共鳴感。我唔係想揾一份工作，我最想咧係成為喵喵喺英國同歐洲嘅一對眼，一齊去拍一啲有質感同埋值得留低嘅內容。不如我哋傾下？